香港有間餐廳咧喺台灣咧就出國際，咁搞過咧15分鐘食30隻雞翼，跟住一公升啤酒嗰啲飲食活動，即係如果你食得晒就唔使俾錢，大家搬理街咁啊。點知咧嗰個台灣嘅 YouTuber 吃貨豪豪啦，去到咧就發現啦，唔係喎，原來除咗嗰個挑戰之外，仲要另外俾最低消費，嗰個最低消費勁貴喎，每個人台500蚊台幣喎咁樣。咁我哋2個人去啊嘛，咁咪要擺低1000蚊台幣咧，就算挑戰成功咗，咁啊1000蚊台幣食到啲咩咧？食到啲菠蘿包啊、點心拼盤啊，有個太陽蛋咁樣，仲要收人哋加一服務費喎。咁食完之後就問啦，好冇味咧咁樣。咁個 YouTuber 就好客氣就話：呢間香港鋪頭應該主要都係食個氣氛感啦，食個裝修啦。佢冇睇清楚間鋪頭個名，嗰間鋪頭個名叫香港再聚啊！一睇個名你就知黃店啊，黃店係食理念噶嘛，梗係難食噶啦，咁啊梗係亂咁收費噶啦，梗係另外收加一噶啦。點解啊？你俾錢係俾個理念啊嘛，你台灣人都唔明白，黃店就出咗名係難食亂收費，係為理念噶。